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讲南韩，讲已经有超过30个人住院流感的预防射来死亡，因为南韩的死者所做的预防射有法国的药厂赛诺菲生产的疫苗，台湾的流感疫苗冇用到赛诺菲的，所以引发到台湾民众的惊恐。台湾的赛诺菲是发出条声明，讲台湾所用的配合甲韩国的无同，请民众唔免担心。国内医师嘛讲，应该甲疫苗无关系。若是疫苗引起的死亡，通常2天到3天内就会发生，袂拖到1礼拜才来死亡。所以真有可能是南韩也阁有其他呼吸道的病毒伫社区在传染。134号。 78早来排列，就是为了这支难得的疫苗。台湾公费流行感冒预防射，大家收真注。要过伫南韩煞出现恐慌潮，因为短短2礼拜有超过30个人伫住院流行感冒疫苗了死亡，连国内医师拢感觉这无正常。这个死因跟真正含这预防射有关系。如果是疫苗引起的，通常它的造成死亡在2、3天之内就会造成，大概不太可能到7天、8天。不过现在有些个案其实都到1个礼拜左右才发现死亡。 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说，有可能真的不是疫苗引起的。伫南韩真侪厂商提供流行感冒疫苗内面，其中一个厂商是台湾毛地做的赛诺菲。对了这个代志，台湾赛诺菲发出声明，表示讲进口台湾的流感疫苗，所有的批次拢符合品质检测程序标准。而且台湾用的批次甲南韩用的批次拢无共款。对了这个代志，卫福部长嘛挂保证。 好，那韩国进口的批号跟我们也不同，那台湾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，所以我们持续的关心。过来，感染科医师判断讲有可能是有其他呼吸道的病毒伫南韩的传播。目前觉得不像是有一批疫苗出问题，或是有一家厂商的疫苗出问题，说不定韩国目前有一支病毒在流行，这支病毒呢，可能比较毒性比较强，在一些老人家造成比较高的重症或死亡。 就专业的角度来讲，伫还未证实疫苗有问题进前，面对会来临的流行感冒的季节，医生建议讲，医院嘛是做较好，会使提升自我的保护力。